LIC G Apple。金针菇空掉了。迄爱我金针菇空来的，金针菇不会来啦。应该来做嘛？我请唔到做哪个模特？不要啦！大家都係朋友，伊激發留下來天數，希望連朋友都做唔少。你这个不称职哎，模特。哎，在好。干嘛拍啊？哪位本高球偷啊？偷来讲。好，先用手比较一下。走，熟啦，快点啦。3。来，在这边站好。好，您快点呐。在这边。不要绑好了。听说会做短裤诶，断夫的断手的，翻起来较有精神啊，很有创的啊，做在零点做。来老高条穿上好的，我后面讲好啊。哎，看这边啦，来看这边1、2、3。爱到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袂倒嘛甲一声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翱翔。跟我要时代的，时代比较好。老实讲，迄唔迄中医小品？关你小事啊！爱听个老唔天数好无？中医就会讲出来啊，唔讲其用要治哦。你懂奇怪，头摆你为哪位都会死，还以为天书爱叫小平，你点题啊？冲啦！爱点题怎要中医啦？其实小平迄爱好朋友，唔用杀真健康哈，
来买东饭去。那你好，小平还在换衣服，等一下我会趁机绕跑，你要趁机告白哦。看你的。小星星啊！啊？哦，他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嘛脸那么红啊？没有啦，今天太热。范小平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要不要当我的女朋友？金毛，其实你在我心里真的很帅，对朋友也很讲义气，会帮助他们，也会帮阿婆顾摊子。但是我现在还不想交男朋友。不过我们还可以当同学。对不起。看我旁边睡。看boy。来上课喽！全到齐了吧？基本还没来。无诶，条我卡胶哦。无聊哎。等一下啦，大天发本机吗？你不要把桌子刮坏。不会啦。救命！你怎么变成这样？你还有力
头好宽嘞！阿妹，哦，那个人变不退了啊！哦，一讲呢，以后我们大家啊，不要叫他 Golden 帽了，要叫他 Black 帽。Black 帽。被狗蛋蛋汤。哎，妈呀，懂好啊！哦，那你懂讲呢？ Black 帽。看到吗？教育成功了哈。对啊。一般来说，散打哈，那个男子组分为7个量级，女子组分为5个。那我们现在班上只有7个人嘛，哦，还有一个白咖。好，那分组的话，小平跟小星星一组，等下你可以让他们练。然后3只脚你就练手。东东跟阿达的话，金毛，等一下你他们分开对打。啊，这样会不会超时啊？慢零超慢零啊！用啥强下落的，没打你啊！少臭屁呀！教头最近说我变得很厉害。用拱的猪背养，那我就世界散打王了。打，这样阿达一定可以打到金毛。对呀，谁怕谁？刘爱，怎么样？2打1。皮丢会皮用，我就奉陪啊！加油！再来啊！嚣张！你们加油！打，自己打！小心！给猫右手啊！你右手那边有空隙耶。打！你们加油！对。你们加油！对吗？不要问我。伤到骨头是不是？手撑到地板。你有包起来，外伤是不是还是什么？让我看。来了，放松啦。脚也有了。先不要碰了。金毛，你离田哦。你放轻松了，看一下啊。操，很大片。先不要动。要不要叫救护车？唔好诶，你很勇诶呢。小伤啦，没什么。金毛，刺青怎么了？这种很短。没事啊，就再打，还可以的。你可以个屁呀！唔好诶，发生乜嘅事情？没有啦，唔好嚟讲啦。东东再来啊，白痴哦！你坐着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让别人对谁影响。好像不够爱用体力，也爱就存在个意义。
你先过。你是因为我拒绝你，你才把刺青磨掉的吗？少臭美了，你以为你是苍井空啊？哪有那么伟大？哦。金毛，其实啊，你真的很棒，你不用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、怎么说你，你一定可以的。金毛，快变黑毛。喂，校长呢？内裤。当当当当！大家好，可以哦，越来越贪花，哎呦，还是越来越心疼你。阿哥，莫用你了，我会爱上你。哦，那没事情。来那个，啊，大家注意一下啊，董事长现在哈有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，好，大家注意听。他是大贪好哈。用功好言呢，经过爱情过阿婆赶赴大病，以下呢好不容易15周年，年头变重要。哦，重点来了啊！周年庆嘛，马上来好好扩大举办啊！盼马嘅呢？就用功好言所有学生嘅成果发表会。成果发表会，错。我会发表嘛个？就迄唔了解去好演哦，有段时间哦，学到的成果。像是美发啊、烹饪、木工、街舞啊，什么都嘛可以表演，就看你们想要表演什么啊。说马该全部会男主做，都我们做，那老师要干嘛？我也这样觉得。发表哈，发表会嘛，当然是好言好生嘅成果发表啊！你了啥只玩意哦？我多磨汗哈，好好准备，来呢，哈哈，只做寒饮，当然啦，真应该啊！哎哦，我这是骗工人哦，哈，大兵哈，对下来问清楚哈。三舅公啊，三舅公啊，怎可能分表就即个做呀？俺哋会摕传统无啊？唔会啊。这都阿公动腔啊，按用做得转移佢哋注意力，两头都较正向嘅提防，还做得有小好佢哋导出来嘅精力，按用动好呢。金针菇讲得好，其实吼，我也是冇想按多。跟提个熊马街。我也是想寻一只舞台本佢哋有啥表演，一只真正属于佢哋有啥嘅舞台。以后就到个唱嘛街，哈，有蛮好听的，真跟家的表演刚看待。你吹唢呐我们都敢听了。那个事情哦，本家的即个做哦，那看冇3年了，都上大批播的啦。到时哈，你请个当国人来看哦，可能好个安尼哦，大家都冇退路的哦。佢嘛嘅事情都佢哋有啥来决定，佢硬可以做嘛？啊，做一只先生啊容易啊，佢哋国中生，当然要有老师监督指挥啊。按好做。我自制点心要做咖喱饺。你也能吃啊？靠北啊！你问金毛。靠北也能吃啊？靠北啊！切。
不要变喽！盖林娇啊，有没有欺负我啊？哎，你可以拿拐杖跳啊，很酷哎。酷去死啊酷！那你们还有没有别的想法？对打太鼓吃都没有，鬼姊妹都在打。这比街舞好，街舞娘毙了。奈飞啊，那你跳得跳好不好？那我们来投票好了，要街舞的举手。哎，那就2票喽。我会打太鼓的卡数。哎，骗人！哎，范小平，那又要你了啦。又没有人说只能投1票，我2个都喜欢啊。东东没有举手。喂，较合作着好无？冲啊！有该种用手机表演说的吗？做的较难死着的啦。那你可以帮忙用照片部分啊，你电脑不是很强？哎呦，你就做一下嘛，反正你不用打扫啊，你就还是做一下，然后这些你也参与一下嘛。不公平，只有我一个人。赞成东东做电脑成果的举手。那就你做啊！可能是的，唔办呢。再这样下去，你的手都要断了。首先是你又让我天数版。你干嘛干啊？白痴哦！才刚开始班呢。你们2个还不如我们呢。对没？东东的手只能拿滑鼠跟筷子。迄细仔的手板夹着的啦。那唔迄细仔的，那迄断了就会肥子。废物。不要吵架，这可以用推的。白痴猴，结果早讲。结果。阿达好棒。阿达好厉害，阿达好厉害。你是瓦斯中毒是不是？练没多久，累成这样啊！起来。哎，高头，做得等周年庆过后上联盟。准备比赛这样练习本来就是会累的啊，付出是有代价的。超嘎！你看你们，我刚才看你们练大鼓的时候，真的超感动，你们真给金铺懂得了呢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起来。好累哦，我把背掰开。哎呦，喜欢你啊！脚都断了，手要再断了。哎笑，哎笑。哎呦！嘿，大家来喝饮料哦。好，等一下。来喝饮料哦。哎呦，痛！哎呀！小杨回来了，小杨回来了。干，你都把我忘记了，走开了。别抱我。看你去流血哦，戴眼镜。你照金毛变黑毛了。靠背啊。有没有变帅？有没有变帅啦？监狱有没有没？我看不到他脸呐。干有看别挨了。帅，有没有变帅？走开了。脸都红了，都把我忘记。脸干嘛红？害羞。但你回来你也不会帮我拿一下啦？啊？听改听耶，散打制服耶！你看，嘿，你拄好转来，眼着动枪人数。啊？吹什么人手？学员10周年庆啊！你知道在天数管理赏肤，还有表演的衣服跟道具啊。啊？还有大鼓练习，还有散打，更屌的是还要整理布置教室的东西。干这么多事，也没有欢迎会，老高送我回监狱。干你不好意思，鬼嘞！我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真的，我打自己好不好？
左右，哎，对不对？好大声啊！噪音污染。等一下，手滑不行。没有，没有，照班你们没有，那大人加油。怎么啦？三一张啊。有几张牌？他有左边有小黑。干什么吃牌？做嘛个成果发表会，就谈很久了。哎呦，淡国讲的潘呢，会去做啊？嘿嘛，太大就去做诶，不是讲安动。知道你弄什么？没有，我想弄，但是都弄不好。你哦，欠欠难呐，是不是很啊？掉出桌底啦。对。哎呀。这个工人都走啊。这个是菜虫，我们自然系上有说，它都会吃我们的植物，所以我要把它抓掉。不用走。哦哟，拜托啦，做一下就算了呢。拜托，做好太感就，safe。这颗为什么这么大个？这个是植物吧？那种英雄。我看。麦当劳。麦当劳。差异啊。好啦，大家走。哪一个？看起来太难了吧？这样有那么麻烦吗？小猪肉、洋葱末、微波，那时候怎么炒？半夜起来做。拜托，半夜还不是都我要叫你起来做？你可以不要叫我起床吗？我就是不要做。小星星，咖喱绞肉男，我们现在思想烹饪课程在做，这次先不要好不好？我就是要这时候做没，你要。你是不是要做给谁吃啊？妈喜欢吃咖喱饺吗？不要跟小新计较了。你唔使冇天天强讲做物噶。哦。你叫我哪有诶？哦，晓去啦。来带你啊。系啊，我带下去，老人家唔伫路咯。哦，我。哦，你跳冇水冇嚟哈，冇跳嚟，跳哦水，日本冇人唔好啊。我搞去表演啦。表演咧，聽講嘅人咧就學打，冇啱唔識人打，哦。阿婆都冇曉得打，你咩打？講啊。阿婆佬咧。敲，右左右。唔枪嘞，哪有枪？你们要变什么魔术？朱玲，早安。哎。阿東東咧。東東啊，唔好來啦。盤他嘅盤到尾時，佢都冇開。我呢冇丟字哦，算了啦，冇好啦。我按管弦曲摸哈，摸拿。对啊。太浓了。我看你们就先选要表演什么魔术啦。阿达、东东，老师帮他们选好了，不会重复啦。阿达不会来了。妈，刚才他妈妈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葱油饼卖不完，不能回家带弟弟，所以阿达要帮忙。
妈的！快！哦，小星星嘅好朋友艾迪，年纪多些咧？哦，我30歲咧，30歲咧，咁樣安樂？喂，吹你啦！老公，啊，你真有本家的，谁鬼吹呀？唉，小鬼出马，仲好過吼，你也落火嘅，但伊做嘅接送啊，嘅效果吼較好啊。对拍太细年嘅來講，朋友嘅影響力行喺動態啊。嘅一開始吼，東東其實唔喜歡來學校，一方面自家嘅家庭亂嘈嘈，另外一方面叫到老一班啷嘅同學合唔來啊。有數記到張飛未殺東東。東東哦，已經進步動多了啦，比頭擺哦，好意多呀。好，安尼1-2年，安尼一滴滴的都有進步啊。哦，按多年啊，做個按多全部冇算的哦。啊，今年早晨哦，吼，還去到教務衙門吼，去192的呢，還差點帶你去呢。是誰啦？每次都有台港的向心力哦，真的越來越好呢。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有用吗？警察干嘛？笨，干你妈！等一下，你分啦！我看你分3次，快点！哎呦，你在干嘛啦？冲！10快点呐！你们不要再玩了啦！快点呐！金毛，你会不会玩啊？你会玩给我玩？靠背他90、11、12，靠北啊！会来吃，不要乱叫。你叫下老兄嗌送口，喊老俩搞诶，有搞做就搞，那是繼續說。林嘉信，快点呐！哦哟，都黑啦，死了，好搞！好，一去请他打呢。走。他會請阿達？嗯啊。你都有請阿達，先到場應該。喂，做唔得啦，去上班空下啦。走啦。走啦，你有没有同学爱？謝謝阿姨。葱抓餅不要吃啦，现卖的。好吃的。阿姨，我們來就可以了。现成的。小肉段不買不行啊。葱抓餅要買葱抓餅。葱抓餅哦。他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，小肉段看着我的眼睛。我知道你要全部买下来啊！哎呀，太棒了，兄弟！好吃的葱抓餅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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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。下一年，两位永久记得一条汉江汉小我看到记得改變來做欣賞，是個真強鬧嘅事情。做嘛？當係蛇見錯。哎，我主人呢？我東東呢？東東鏘，東東鏘，東東鏘，東鏘東鏘。桃花開來。老呀，有人頭先愛喝。我我出來，給。那你幫我吃三明治跟咖喱。打開啦！咖喱餃跟三明治的。屁股腳。一右國。莫熊大，莫熊大。
所嘅人爱做，汉江归唔得。阿达，这边干嘛？好啦，好，呀事情哦，不能干啦，好，他搞大多事情呢，你嘛，多冇闲啊，那么才做唔得啦，还主人呢，你嘛，好啦，呀，站好，回去小心啊！多吃饭啊！赶紧走，拜拜。拜拜，再见。啊，很可爱哦！因为我们做学生的体格做，我很不安全。因为太紧张了。哪有？外康五老东天数东多啊！跟迄因为佢对 PowerPoint 不熟啊。你心中做题目？冇问题啦。我看我示范嘛。大哥，廿个数字吊在判人家是向东九呢。是啊。唔喊得哈！哦，你说马克打奶啦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他们真的超厉害的哦！我是跟你讲真的啦，你不要看他们是国中生那样子，可是他们认真起来，哇，真的好棒哦！你知道他们那个速度啊，他们那个进度，我真的都快赶不上，我好期待看他们周年庆表演。好。哦，好啊。再帮你倒一杯。啊，我刚才说哪没？突飞猛进。哦，对，突飞猛进！我跟你说，下个礼拜就是周年庆，你一起来好不好？他们表演一定会很精彩，一起来嘛！你到底要不要点餐？先吃饭吧。哎呦，对，我都忘记要点餐。按啰嗦干。好像好了哎。我也要试试看，我不要比了啦。我试试看。我要试试看。西大口，弟弟是干。好吃吗？好好吃哦。吃屁股，好吃。给我把这个，不看我吃。你们家都是胖子，难怪这么会吃。咖喱酱啦。肉是怎么抓的高来？小生吃我的，小生来吃你的。干恁鸟啊！UFO 涉案突发。校长诶，有限个时节啦，安尼也好演吼，也冰冰啊咧哈。好啊。哎，请后上的聊天数。阿达做得哦。好的。大哥。啊？大哥。你看下，还看嘛茶？来看差唔多了啊。哦，差唔多的哈。啊。
希望佢哋嘅家长就做得来。佢讲看到佢哋嘅改变，听着会真感动。阿妹哎，佢哋牛子马面的冇来呐，本命嘛梗唔知哦。你拜托啊咧，讲到较有营养嘅好冇？也一重要呢。重要？系啊，挨乜啲重要？点点。其实俺们有点想，成果展哦，被记掉可以去面对家庭嘅问题啦。老实讲，俺同讲，记掉我卡给你们支持，安尼法对记掉嘅伤害动态哦。既然吼，从出世到老，最重要是家庭关系啊。佮再讲，掠条小学的也无可能在你好人处一生人啊，总可以转去面对伊嘅家庭嘛。哎，也太假，冇想咁多哦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啊！至少掠好人还有爱你啊。有演戏啊，了好冇啊？哎，好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交交交交交。越想越不知道怎么办了。算了啦。去了也是白去啊，反正他都不认我。那你咖喱饺怎么办？越想越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要怎么邀请你妈避开那男的？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做电话啊。哦，对吼，早知道就跟我舅拿我妈电话。你会打给你舅舅？不会啊，我又没有他电话。住这么久还没有他电话？我要他电话干嘛？好骂哦！不然我电话借你，你打给你妈。都这么晚了。打过去也是那个男的接的。晚安。喂。聊课吧啊！大家利用这堂课的时间做一些我们成果展要布置校园的东西哈。啊，冇做啦，做有动作。打开布，手都破皮了，难怪说。对啊，我真有研究过，贴这个手就不会那么痛，可以做更多成果展的东西。金马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温柔啊？哎，你跟他讲什么？为什么那么爽？无聊。羽毛哎。
根本伊心情都好哈。哎呀，你很眼头钱，还是把到新的麻子啊？白痴哦！所以讲啊，我该事情安排好。俺爸抽不应准了。你爸不是在牢里吃饭？抽拢迄种唔得准了。好啊，前两日我去亚佛卡拜访一下呀。我爸说他会来周年庆。真的？真嘅啊！哎，本期看无强用的洋券卡。金妈，你好吧？你啊，到遐来又刚好乖，要抢你那唔穷哟。你带19。好啦。好啦。这个奶啊，叫人抓啊。你妈唔做嘛？我去吹歌你嘛，唔敢做嘛，孙都不应该为你搞。好嘞，好嘞，我知嘞，阿妹。我开吹开到尾时个被读书，先去衰啦。我衰唔到搞，我看样嘅。我现在阿婆去衰。你看我先衰啊。阿婆先衰哦，我衰唔到搞哦，那个。底下拿平时就那弄。你讲弄，我错过呢。哈哈，不搞老人家，可以照顾。好得有机哦。好的有机哦。莫今天莫改啥咯。妹妹，不知道，用了2年来呀，不错的啦。有多嘞，哦。嘿嘿嘿嘿。搞么呀？伊有好诶。嘿嘿嘿。冇做到诶，伊全做到诶。不是。阿爸，12点多了。哦。要不要先睡觉？大概，俺将酒唔拉嘞。那我谈你了。啊。喝酒，来。你有生我的气吗？我只是怕你不要我。看表演没是罪啊！哎，冇啦，冇罪啊！冇罪表演了没？闹啦！那你来滚好了。冇，还有冇爱谈？你也冇爱谈。回去啊！回去啊！我啊！你阿滚他！这是他最牛的。什么病的？你跳远快点来西洋啊！你看那个小马还东西。放下！啊，免付钱啊！了破，鸳鸯陪暗烟，人的无数个塔边，对多唱心的烟，自由呀自由，不好受离途，连多数个人来做，汉江归唔得。